行政院提出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，一礼拜三要伫立法院审查。早起有家长团体，就呼吁社会各界，都爱做伙来关心监督立法院的修法。最近这几年，真正传出虐待囡仔的事件，开的案件除了引起社会讨论，也互人感觉更较痛心。找到早起有政党就关心囡仔的家长，去立法院门口开记者会，希望会当互社会大众重视立法院拜三就要摆审的儿童托育法草案。我希望这种保姆制度能不能跟其他的法案一样，是有比较完善的，有监督的机制啊，有惩罚的机制，有奖励的机制啊。政府如果可以更有给家长保障，或是一些法律的约束吗？就是条例这样子，然后对家长会比较安心。有关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草案，重点包括提高居家托育法律的位阶、甲职业的资格，强化托育机构的透明度、甲管理的规范。上界重要的嘛，要运用网络，保存监视器的画面。相关的影音资料，会当伫无共所在备份。详细定出社区、部落，还有工课场互助小托育的形态，也会加速建立公共托育的资源。因为伫台湾，翁仔某拢伫上班是常态，2岁以下幼囡仔除了家己带，敢若会当靠托婴中心或者是年母照顾，若有解决，才会当互囡仔平安大汉。家长最期待的，也就是相关调查流程的一个透明化。而这一次的那个托育服务法呢，也在这个内容上面呢，去增加了相关的认定审议的一个历程。希望托育服务法能够尽早的排审并通过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为2021年到2023年，全台湾有341个囡仔伫托育场所受到不当对待，数量愈来愈多。家长希望政府建立周期的监管制度，互酷到囡仔的悲剧莫阁发生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